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我係 Alex。2026世界盃咧，唔經唔覺都已經進入咗白熱化嘅階段㗎啦。咁而喺上個星期日咧，4場嘅8強賽事都已經順利完成。咁而阿根廷咧，亦都順利入到去最後嘅4強啦。咁而今日咧，我都想先同大家回顧一下咧，阿根廷喺今屆賽事啊最觸目驚心嘅一場比賽。咁呢場比賽咧就係16強嘅賽事，咁對手咧就係埃及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先睇下雙方嘅出場陣容先。阿根廷今場同樣都係排翻個4-4-2嘅陣式嘅，門將就係馬天尼斯，兩位中堅呢分別就係基斯頓羅美路同埋利山道馬天尼斯。左閘方面呢就係達拉費高取代稍有微傷嘅美甸拿，右閘呢就係拿維摩連拿。四位中場球員分別就係迪保羅、麥卡利士打、帕列迪斯同埋安素費南迪斯嘅，而帕列迪斯呢亦都係今屆世界盃第2次正選上陣。兩位前線球員呢，分別就係隊長美斯同埋取代咗羅大路馬天尼斯今次正選上陣嘅艾華利斯嘅。而埃及呢，同樣都係排翻一個4-4-2嘅陣式，門將呢就係蘇比亞，兩位中堅呢分別就係拉比亞同埋伊巴謙，左閘呢就係哈菲斯，右閘呢就係漢尼。四位中場球員呢，分別就係左翼嘅希神哈森、右翼嘅艾舒，中間呢就係拿仙同埋艾迪亞。而前線方面咧，就由薛高同埋沙拿負責攻堅嘅，而沙拿咧就會稍稍墮後一啲，踢一個9號半嘅位置。咁佢同阿根廷嘅美斯咧都係踢相同嘅位置嘅，而且同樣都係球隊入邊最好波嗰個。咁所以點解咧沙拿咧就會被譽為埃及美斯啦？呢場波大家一開始個節奏都打得幾快嘅，雙方都有向對方展開逼搶啦。尤其係埃及嘅逼搶就更加犀利啦。所以點解過去嘅幾場比賽呢，埃及通常都係好早就入波噶啦。但係今次對住阿根廷呢，相對就唔係咁容易啦。因為阿根廷始終用波比較好啦，後衞攞到波之後呢，唔會立亂解圍，盡量呢就猜翻出嚟，避免失咗控球權。咁變咗令到埃及佢哋咧就冇咁容易猜到入去啦，於是乎好多時咧佢哋就直情斬個波入去阿根廷禁區嗰度就搏混亂。而阿根廷今場就團重兵喺中場嘅，艾華利斯躲得好後啦。陣容上咧，佢哋同樣係冇用傳統嘅翼鋒嘅，而邊路嘅攻擊就靠一隊閘位球員上前助攻。而阿根廷今場比賽嘅前中後三線就縮得比較後，讓出控球權咧就引對方出嚟啦，避免對方塞晒喺自己禁區入邊而自己攻唔入嘅。之但係咧，你讓出個控球權咧，你嘅後防就要夠硬淨，頂得住人哋嘅強攻先得啦。如果唔係咧，就會俾人入波啦。咁而埃及咧就不斷利用兩邊出波，針對阿根廷嘅邊路防守。結果喺上半場嘅14分鐘咧，佢哋就取得回報啦。埃及嘅漢尼就扯個波入禁區啦，結果由入楔嘅中堅啦伊巴謙就近門頂成1-0。咁其實呢球失波咧又冇話邊個防守球員需要負較大嘅責任嘅喎。咁如果雞蛋去挑骨頭嘅話咧，咁利申道馬天尼斯又的而且確包咗越位，而呢球入波咧其實都算明買明賣。埃及咧就擺到明睇咗你咧防守高空波時候嘅身高弱點啦。咁利山道馬天尼斯咧，無疑係一位優秀嘅防守球員，但係偶爾咧都會因為身高嘅問題咧，哪怕佢有好好嘅彈跳力啊，有時喺爭高空波嘅時候咧，都會有啲輸蝕嘅。好似上屆世界盃8強對荷蘭被追成2-2嗰球入波啦，又或者喺英超嘅時候對紐卡素咧，俾古馬雷斯壓上嚟頭槌頂入啦，其實都係同一個情況嘅啫。咁相信埃及咧賽前咧亦都做咗好多功課。而阿根廷咧，亦都再次繼2022世界盃對沙特阿拉伯落後嗰場比賽之後咧，再一次喺世界盃比賽落後啦。咁其實咧，阿根廷咧，對佢哋嚟講最不利嘅地方咧，就係佢咁多年嚟咧，一旦喺比賽落後咧，就好難翻到身。而印象中，阿根廷喺上一次世界盃能夠反擊成功嘅比賽咧，就係應該咧，就係2006年啦。喺16強對陣墨西哥嘅嗰場賽事啦，咁而喺史嘉莫尼執教之下咧，我印象中咧阿根廷係從未試過反擊成功嘅，而呢樣嘢咧亦都係我喺前瞻上面睇過咧。作為一隊傳統嘅強隊咧，阿根廷咁多年嚟咧喺呢一方面嘅心理質素咧係真係會弱咗一啲嘅，一到落後咧就踢得好急啦、好亂啦、雜亂無章啦，同埋亂咁犯規嘅。咁而喺失咗波之後咧，咁當然阿根廷就積極反撲啦。雖然而家咧仲係暫時落後，不過好彩咧就係時間上咗喎。咁而其實阿根廷對非洲球隊嘅往績不嬲都非常之好嘅，對上8次喺世界盃對陣非洲球隊都全部贏晒嘅。
咁而對上一次對非洲隊敗陣咧，就已經要追溯到36年前90年世界盃嘅分組賽啦。當其時咧，阿根廷就輸咗俾喀麥隆咧，就0-1嘅。咁正如先前咁講啦，埃及一開波就壓得比較上，所以相對後防就暴露更加多嘅空位，高風險高回報，結果就喺開波早段咧，佢哋就攞到一個高回報嘅入波啦。咁而高風險方面咧，就係佢哋喺入波之後嘅4分鐘咧，因為防線壓得太上啦，咁所以咧就俾達拉費高入涉禁區就搏咗個12碼喎，咁就由美斯主射嘅。咁之但係好可惜啦，美斯呢一球12碼咧又再一次射失啦。而今次同上次唔同嘅地方咧，就係美斯今次係冇任何嘅假動作同埋疾步啊，就直情起腳抽向自己嘅右邊啊。咁守門員蘇比亞咧係完全捉晒路嘅，而且角度亦都唔算刁鑽喎，射翻個中腰波，基本上守門員咧只要捉啱路咧就一定救到噶啦。正如之前對奧地利嗰場波講過咧，美斯近年嘅12碼咧10球有9球咧都係射翻自己嘅右手邊喎。咁所以只要埃及有做功課嘅話咧，除非美斯真係攞到好角啦，否則救出嘅機會咧真係好高嘅。咁而埃及喺領先咗之後咧，就開始有少少縮後嚟踢啦。咁而且咧，佢哋三線貼得係非常之近嘅。再睇翻咧，今屆世界盃其實好多非洲球隊嘅表現啦，咁都發覺佢哋而家嘅防守咧，比起以前咧係有規律咗好多嘅。再加上佢哋先天嘅身體質素咧，令到佢哋嘅攻守出率都非常之高啊，絕對係唔容易對付啦。難怪今屆世界盃入邊咧，有7支非洲球隊咧係打入到32強嘅喎。咁而阿根廷咧上半場較後嘅階段啦，就開始繼續強攻埃及啦。咁而當中咧亦都有好多近磅嘅機會。咁好可惜嘅地方就係咧，一係咧就遇着龍門蘇比亞上身啦，一係咧就冇運中柱喎。當中包括麥卡利士打嘅頭槌攻門啦、艾華利斯嘅近門施射啦，同埋美斯嘅罰球中柱啦，再加埋頭先射失嘅12碼咧，3番4次攻門咧，阿根廷咧都未能追成平手嘅。咁而去到上半場嘅後段咧，我哋再睇翻個 expected goal 啦，阿根廷咧係其實有1.1嘅喎，而埃及咧只係得0.13喎。咁個意思即係話咧，實際上阿根廷咧起碼都應該有1個入球嘅，但係反而而家實際情況咧就掉翻轉，俾埃及把握到一個絕無僅有嘅機會領先喎。所以去到呢一刻咧，阿根廷咧的確面對緊少少嘅麻煩嘅，因為埃及咧已經漸漸由前場緊迫啦，慢慢轉為深度防守啊。尤其係佢哋知道阿根廷喺邊度嘅防守比較弱咧，所以三線都收得比較後，盡量屯重兵喺中場咧。再加上阿根廷經歷咗上一場對佛得角120分鐘嘅激戰咧，部分球員喺今場嘅比賽體力上都未恢復晒嘅。尤其係利申道馬天尼斯啦，佢喺跟波啦，同埋迪保羅咧喺傳送上面啦，都比較多嘅甩漏㗎。咁而阿根廷喺埃及上半場大部分時間都逼搶嘅情況之下咧，就失咗一球啦。咁而去到下半場，阿根廷就再加大力度反擊啦。始終阿根廷咧都唔係好習慣俾人逼搶啊，所以就失咗上半場呢一球。咁我哋又再睇下呢個攻勢啦。其實艾華利斯一個 first touch 彈俾美斯咧都做得幾靚㗎，雖然大力咗少少啦，變相美斯有啲波 out 咗。咁後尾就都攞得翻個波啦。但係最慘嘅咧就係後邊班隊友咧又未趕得切上嚟接應喎。咁如果美斯咧就雙拳難敵四手咧，就冇咗呢個攻勢啦。咁而正當阿根廷越壓越上咧，亦都要小心對手打反擊喎。好似呢球波咧，沙拿突然之間飆上嚟，就幾乎搶咗帕利迪斯嘅腳下球，要變成一個單刀波。好彩球證就吹咗犯規啦。如果唔係俾沙拿一直長驅直進咧，後果真係不堪設想。所以阿根廷咧顧得前嚟咧，亦都要睇實自己條防線啊。反而埃及而家條防線就非常之穩陣，佢哋而家咧幾乎係排緊一條6人嘅防線啊，再加埋咧回防嘅3個中場啦。連埋最前面嘅沙拿咧，咁真係插針都插唔入喎。反而阿根廷咧就越嚟越心急，一個唔小心咧，仲好容易俾人打反擊添嘅。好似喺下半場53分鐘，利申道馬天尼斯嘅助攻咧，去到埃及近左路底線嘅位置就俾人搶咗個波喎。而埃及嘅希神哈森就好似球王上身咁判啦，推過艾華里斯長驅直進，再通埋達拉費高嘅坑渠傳咗俾沙拿喎。沙拿再斜傳俾入楔嘅斯高啦。就喺呢個時候，馬天尼斯出迎咧，咁而斯高咧就快腳射入。雖然呢球波咧就因為埃及球員較早前犯規而被取消啊，但係成個快速反擊其實係好精彩嘅。一眾嘅埃及球員嘅組織啊，直頭係複製緊阿根廷上屆世界盃決賽由迪馬利亞射入法國第2球嘅入波一樣。而埃及呢球炸糊咧，絕對係為阿根廷嘅後防響起咗一個好大嘅警號啊！
咁阿根廷咧就一路 keep 住咧喺中路入侵啦，但係咧就攻極都攻唔入，於是就一味斬高波入禁區嗰度啦。但係阿根廷陣中又冇咩高佬喎，咁結果咧都係唔 work 嘅。同埋咧，去到呢一刻我都有少少擔心啦，因為上屆嘅世界盃咧，當阿根廷俾沙特反擊之後咧，又係咁樣漫無目的咁斬啲波入禁區，但係都係冇高佬迎頂啊，咁變相對方嘅中堅就變得好容易防守啦。咁而去到水逼之前啊，大約65分鐘左右啦，史卡朗尼咧就換出咗左閘嘅達拉費高啦，同埋今場表現平平嘅迪保羅，就換入力高干沙利斯同埋羅達魯馬天尼斯嘅。一於咧就由力高干沙利斯咧就踢晒成條嘅左邊擺大個頭，而今次史卡朗尼咧就並冇好似之前咁樣位換位喎，而係俾羅達魯馬天尼斯咧夾埋艾華利斯兩個阿根廷嘅正前鋒咧一齊合作攻堅嘅。咁但係咧好可惜，成件事咧就未見其利就先見其害喎。去到下半場大約67分鐘左右啦，阿根廷一次嘅角球攻勢咧，結果咧就攻門不成啊，仲反而俾人打反嘅添。沙拿咧攞到解圍出嚟個波之後咧，就不斷向前帶，而同一時間咧亦都引咗3個阿根廷嘅球員埋嚟包抄啦。於是乎沙拿咧就將個波咧傳咗俾後上支援嘅希神哈森，而希神哈森咧就一個加速咧就連爆安素同埋摩連拿兩個就落底咧，就再傳翻個波入中路咧，就俾入楔嘅斯高咧撞射成2-0喎。而呢球入波咧可以話係將阿根廷咧推落去呢個出局嘅邊緣啊。由於之前嘅角球攻勢咧，阿根廷大部分嘅球員咧，包括兩個中堅都壓晒入禁區，變咗後邊就得翻安素同埋摩連拿兩個。咁後邊嘅帕列迪斯咧，其實已經追得好貼㗎啦。佢都試圖咧係向沙拿咧就施壓啦，希望令佢失去平衡啦。但係始終沙拿咧都有一定嘅級數喎，就喺佢失平衡嗰一刻咧，就傳咗俾後上入楔嘅希神哈森，而翻嚟阻止佢嘅安素同摩連拿咧，唔知係咪體力上開始跟唔到啦，咁亦都追唔到佢嘅喎。咁直至到去到最後一刻咧，都冇諗過拍埋去或者嘗試去飛鏟走個波喎。咁結果咧傳到入中間嗰個波咧，就由跑咗成幾十碼，由後半場一路跑上嚟嘅呢一個薛高咧就射入咗。而其實咧一直翻緊嚟回防嘅利申度馬天尼斯咧，其實佢自己都知道薛高喺佢身後邊嘅。咁而佢咧亦都係冇辦法啦，就俾薛高走得去佢身後咧，就攝翻入呢個前柱撞入咗個波。其實我覺得咧呢個波咧，如果係一個 top fit 嘅利申度馬天尼斯咧，佢係有能力擋到呢一球波嘅。但係無奈上一場對佛德國咧，佢真係踩盡120分鐘嘅，所以呢球波嚴格嚟講咧，佢係有責任，但係我就唔會怪佢咯。咁整體嚟講咧，其實呢球失波咧係有機會可以避免到，尤其是咧當時睇翻個佈局啦，阿根廷咧係人多打人少嘅，只可惜好多球員咧喺上一場比賽都體力相繼透支，亦都慢慢喺場比賽較後嘅時間咧就浮現咗出嚟，變咗喺一啲嘅追波啦、包位啦、5-5包上面啦，都表現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啦。其實當時包括我自己在內咧，我相信大部分阿根廷嘅球迷咧對呢場比賽咧都打定輸數嘅，尤其是自己不嬲都比較理性啦，睇數據啊、睇往績啦。而印象中阿根廷落後到2球要反擊嘅比賽咧，都要數到1994年世界盃16強對羅馬尼亞嗰場比賽。其實呢場波都有少少相似嘅。當時咧去到下半場58分鐘咧，羅馬尼亞咧就由客傑咧將比數擴大到3-1啦，而最終阿根廷亦都只能夠將比數收窄到3-2完場嘅。相比起對羅馬尼亞嗰場咧，仲要失遲10分鐘添。咁而家個形勢就更加之惡劣啦。咁而不幸中之大幸咧，就係呢球失波發生喺水 break 之前咧。咁等阿根廷仲有最後一個機會咧，可以turn翻啱隊波咧作最後嘅反擊嘅。咁而其實落後咗之後啦，雖然阿根廷都壓住半場嚟踢啦，但係其實真正有入獄嘅機會咧，到目前為止咧，就其實我覺得仲少過上半場。而今場美斯咧好幾次扭波咧都失敗嘅，而且都咧好少俾佢喺禁區搏到一啲罰球啦。而呢一點咧好明顯，埃及喺賽前係做咗好多部署。咁而比賽大概去到73分鐘左右咧，今場波搏到好盡嘅希神哈森亦都因傷被換出啦。睇翻呢位名不見經傳嘅翼鋒咧，原來佢只係咧踢西甲嘅奧維多，今季咧亦都排喺西甲嘅榜尾降咗班，來季要轉戰呢個西乙。我真係估唔到咧，竟然佢哋會有一位咁勁嘅翼鋒喎。所以好多時咧世界盃都有一啲臥虎藏龍啊，任何球隊咧都唔應該輕視。咁雖然領先咗2球啦，埃及依然咧係冇太過刻意去死守，反而都係位換位咧去補充球隊嘅體力啊。
當中包括換入嚟嘅攻擊球員查斯古特啦。當時其實我覺得發展咁樣落去嘅話咧，分分鐘輸第3球咧，機會仲大過追翻1球。情況就好似2018年對克羅地亞嗰場波咁樣，好似呢個攻勢羅美路咧清唔走個波喎，俾查斯古特攞到射彎近住，即係好彩佢門前失機咧。如果失埋呢球波咧，阿根廷真係買定機票都得啊！而且咧睇到希神哈森傷出咗之後，對佢哋嘅功力都有一定嘅影響。咁而喺呢個時候咧，入球功臣嘅薛高咧，亦都退下火線啦，就換入咗曼城嘅攻擊球員馬莫殊喎。咁而咧，埃及一開波咧，就因為佢開始就逼搶啦，好似之前咁講啦。而去到下半場嘅末段咧，就開始發覺佢哋有啲體力不繼啦。咁而喺呢段時間咧，美斯咧亦都開始咧慢慢打返佢最熟悉嘅右路嘅位置喎。好似呢個攻勢咁樣啦，美斯咧就斬個波入埃及禁區啦，就由羅美路咧獅子搖頭近門頂入追成1-2較接近嘅比數啦。而呢球波美斯出波嘅位置咧，同埃及先開紀錄嗰一球咧，其實係好似嘅。咁咧都係由後上嘅中堅頂入喎。而阿根廷呢球入波咧，可以話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雖然今季羅美路呢位大都士衛喺熱刺就打得麻麻地，但係其實佢今季都唔少入波嘅。而呢球入波亦都相當關鍵啦，為阿根廷打咗一支強心針。而自從美斯移翻去右路之後咧，阿根廷嘅攻勢咧亦都相對順暢咗好多。尤其是知道埃及咧喺中間嗰度拍大巴，強行喺中路嘅作用咧真係唔大嘅。咁再加上埃及本身喺國際大賽嘅經驗咧，一定就比阿根廷少好多啦。所以俾人追翻1球之後咧，就有少少自亂咗陣腳。喺自己半場咧，就佢哋嘅防守球員咧人數上面係夠嘅喎，但係咧就冇乜隊形，分工咧亦都唔係咁清晰。咁所以去到呢度咧，個勢咧就慢慢去翻阿根廷嗰度啦。而問題係咧，阿根廷喺呢一刻咧就要同時間比賽啦，因為只係得翻好少時間嘅啫。而比賽去到最後嘅10分鐘咧，美斯喺右路就有一下好精彩嘅爆破。佢首先推過咗翻嚟回防嘅查斯古特，之後再推右走咗過埋埃及嘅左閘球員哈菲斯，再撥翻個波入嚟中間啦。可惜接應嘅羅特魯馬天尼斯就頂唔中目標，差少少就可以追成平手。其實呢個波咧，對方嘅球員都唔算貼得佢太緊要嘅啫。咁不過可能咧就個波嚟到嘅時間太快啦，令到咧佢冇辦法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咧作出一個準確嘅判斷咧。如果佢能夠咧將個波咧用側壓去批嘅話咧，咁守門員夠唔夠到咧，我哋就唔知啦。但係起碼中咗籠先咯。咁而家咧佢用正壓頂咧就偏離咗目標啦。咁反而另外一個想講嘅點咧就係美斯喺禁區呢一個推右走咗咧，就真係好精彩。嚟留意翻佢嘅步頻係好密好快，根本上係完全睇唔出佢係一個39歲嘅球員。而佢呢下個人咧真係值得一睇再睇嘅。咁而阿根廷嘅攻勢亦都一浪接一浪，越嚟越入肉啦。美斯咧就食過翻尋味，就再一次咧吊個波咧入去埃及嘅禁區頂啦。咁而今次接應嘅羅特馬天尼斯咧就二傳將個波 set 翻入去中路嘅位置啦。而個波咧就輾轉去咗蒙地亞嘅腳下，佢就勉強控個波落嚟，然後見到美斯入接就 set 翻個波俾美斯。美斯就第一時間用一下唔講道理嘅 drop kick 咧，個波就直轟埋去埃及嘅龍門，而門將蘇比亞咧亦都有反應拍到個波噶啦。咁只不過個波咧就去勢太勁啦，然之後咧個波就再擦眉底反彈喺地面，咁咧個波因為太勁嘅關係咧，就仲有一定嘅餘力咧就入咗網。咁如果你有踢開波嘅話咧，你就知道呢球波咧係非常之難射嘅，因為呢下 drop kick 咧係好容易炒高啊。所以美斯咧就打斜少少個身咧，再盡量將個波撳低嚟射嘅。大家再睇下美斯入咗呢球波之後咧，佢係幾咁激動咧？其實我哋都好少見到美斯入波會咁激動。可想而知，一眾阿根廷球員喺呢場比賽係受咗幾大壓力咧。而美斯咧就因為呢球入波啦，喺世界盃嘅連續入波紀錄咧，亦都延伸去到第9場啦。咁當然喺今場波佢仲有另外一個紀錄啦，就係喺一屆世界盃入邊咧，連續2次試過同一場比賽咧，係又射失十二碼，又爭取到入波。不過喺呢一刻咧，一切紀錄都唔緊要啦。咁因為咧去到比賽嘅83分鐘啦，最緊要嘅就係阿根廷追成2-2，比賽咧又重新回到起點啦。而比賽之後進入補時嘅階段咧，自從阿根廷追成2-2之後咧，由於個勢咧就喺翻晒佢哋嗰邊啦，咁睇得出佢哋都唔想打加時嘅，想喺法定時間咧就解決對手。而呢一點咧亦都非常之可取喎，
之但係咧，佢哋又再一次犯咗咧壓得太上而俾人打反擊嘅毛病啦。喺補時階段咧，埃及有一個絕無僅有嘅3打3攻勢，咁企喺最後邊嘅帕列迪斯咧，當其時就作出咗一下可能係今屆世界盃阿根廷最重要嘅攔截，而佢之後咧仲要攞埋個波落嚟喎，傳翻個波俾自己隊友。睇翻佢呢下咧，佢勾走咗馬莫嘅個下球咧，其實係非常之冷靜，因為咧喺當其時咁兵荒馬亂嘅情況之下，要作出一個咁準確嘅判斷咧，真係好難嘅。如果唔係咧，對方一過咗去咧，馬上就會形成一個單刀噶啦。而佢喺嗰一刻咧，佢其實係知道左邊已經有利申道馬天尼斯睇住，所以咧佢就放膽去預判馬莫誰會將嗰波咧傳去右手邊嘅埃及球員，而佢咧亦都成功得手喎。否則呢球波咧輸嘅機會咧真係好大。而其實咧淨係計呢球波嘅攔截啦，我選佢為呢場比賽嘅最佳球員咧，其實都不為過。咁而亦都因為咁啦，阿根廷亦都再一次大難不死啦。咁而除咗帕列迪斯之外咧，另外都想讚一讚蒙迪亞嘅。咁因為佢除咗助攻俾美斯之外啦，另外佢喺補時階段雙方互相搏出嘅時候咧，亦都擋咗對方一下好關鍵嘅頭槌攻門喎。而呢一刻咧，阿根廷就真係成套血肉長城擺喺度啦。就算前線嘅艾華利斯啦、力高干沙利斯啦，都翻晒嚟回防再等機會嘅。咁畢竟而家都已經追成平手啦，唔需要下下都同你急啊。萬一真係打加時咧，考慮到板凳深度同埋體力嘅流放咧，阿根廷咧都係佔優嘅一方嘅。而喺最後一次嘅防守反擊入邊啦，艾華利斯咧就偷走咗沙拿嘅腳下球，而安素見到呢個情況咧，亦都馬上起動。艾華利斯帶咗一程之後咧，就再放一個大斜線俾最前面嘅羅大路馬天尼斯，形成一個2打2嘅局面。羅大路馬天尼斯亦都睇啱位置啦，再放咗個好靚嘅過頭波俾伏兵喺遠處嘅安素，而安素咧亦都好冷靜，用頭一點咧就頂翻去遠處嗰邊。而咧門將蘇比亞咧，佢因為咧本身亦都埋緊翻去近處嗰邊啦，咁所以咧形成一個相反方向咧，咁只要安素頂中咧就一定入噶啦。亦都唔需要用力，亦都唔需要好刁鑽。而安素呢球入波咧，亦都正正反映咗佢呢幾年咧喺車路士學成嘅後上入波嘅能力啊！計埋上季咧，佢喺車路士啦嘅幾場嘅絕殺啦，咁當中印象中咧就有絕和曼城啦，同埋絕殺呢個韋斯咸嘅。而佢今次咧就幫阿根廷咧就絕殺埃及喎。咁而去到下半場補時2分鐘左右啦，阿根廷咧就成功反擊埃及3-2啦。而阿根廷咧就憑住將士用未捱埋餘下嘅時間咧，最尾咧就憑住呢個比數咧就捱到完場，咁結果就喺驚濤駭浪之下咧就殺入世界盃嘅最後8強啦。嗱，咁我哋就睇翻啲全場嘅統計數字啦。喺個比賽控球率方面咧，阿根廷就有64%，而埃及咧就有36%嘅。咁而喺攻門方面咧，阿根廷就19射7中，埃及咧就係5射2中。而睇翻咧，佢哋射2腳波就入2球啦。咁咧就即係表示馬天尼斯今場波咧係冇作出到任何成功嘅撲救。咁當然失呢2球波咧，就只能夠講話埃及嘅反擊勁啦。因為嗰2球波咧其實都非能馬天尼斯所能夠挽救嘅。而喺個傳球嘅成功次數方面啦，阿根廷就540次，而埃及咧就289次，咁約莫係得阿根廷嘅一半左右嘅啫。而喺個 expected goals 方面咧，阿根廷就係2.9，埃及就係0.97。咁所以從個數據上面反映到咧，其實最尾嘅戰果3-2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合理嘅賽果嚟嘅。嗱，咁到最後我哋都總結一下場比賽啦。嗱，其實對埃及呢場比賽咧，喺開波之前咧，我係冇諗過會輸波嘅。之但係咧，去到比賽70分鐘左右啦，仲落後緊0-2嘅時候咧，我亦都冇諗過咧係可以贏波嘅。咁所以咧，足球運動咧真係，尤其是呢場比賽啦，即係能夠用一個咩形容詞形容咧，真係驚心動魄啦、蕩氣迴腸啦，即係我覺得好難形容啊。其實咧，我就算2014年世界盃決賽咧，阿根廷輸咗咧，我都冇喊嘅。咁但係咧，去到呢場比賽咧，個情緒咧真係控制唔到，真係好激動。雖然只不過一場16場嘅比賽咧，即係我自己都忍唔住喊咗出嚟。咁哪怕咧，就算係場波完咗之後啦，教練斯加朗尼咧喺記者會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連佢自己咧都忍唔住咧係講唔到嘢，係接受唔到訪問嘅。而咧佢喺執教阿根廷咁多年入邊咧，佢都未試過有一個咁樣嘅情況。而我睇翻佢咁多場比賽咧，基本上佢執教過嘅比賽咧，我都幾乎睇晒咁滯啊！
都睇佢執教阿根廷呢幾年入面咧，亦都真係未遇過一場咁樣嘅賽事，落後2球咧都能夠成功反擊嘅。即係唔好講話1球啦，即係2球係更加之艱難啦。咁至於美斯嗰方面咧，就美斯雖然佢喺比賽初段射失咗個12碼啦，但係去到比賽嘅最後10零分鐘咧，佢展現出嚟嘅實力咧，的而且確係無出其右嘅。咁佢最尾嗰10零分鐘咧，佢就交出咗一個助攻啦，同埋一個入波嘅。而到最尾嗰球入波咧，雖然表面睇嚟係唔關佢事啦，但係其實佢都係喺背後做一個指揮嘅工作嘅喎。嗱，大家可以睇到咧，其實阿華利斯咧搶咗沙拿個波之後咧，美斯咧就即刻咧同佢講咧，就即係對住佢話即係唔好交俾佢，就指向前面咧就直接大腳傳個波俾羅道馬天尼斯，增加嗰個速率。咁能夠咧絕殺嗰個最尾個3-2嗰球入波。咁可以睇到咧，美斯去到呢啲咁關鍵嘅時刻啦，佢都能夠好保持冷靜啦，同埋一個極度高超嘅閱讀球賽嘅能力咧，呢啲真係非一般球星啊所能夠做到嘅嘢嚟，呢啲一定係球王級噶啦。咁而美斯去到呢一個階段咧，雖然年屆39歲啦，佢展現出嚟嗰種嘅閱讀球賽能力咧，真係好犀利，好犀利。咁佢就雖然你可以話係冇乜速度啦，但係佢而家嗰種嘅老練咧，喺嗰個即係窺探球賽嘅進程嗰個能力咧，係真係好犀利啦。咁再加上即係以前就啲人會話佢你落後咗就偷打8成啊。咁好老實講，今場比賽佢展現出嚟咧就冇啦。佢不但只係冇話好急躁啊、盲目咁去進攻，佢仲好淡定啊，去即係去排兵布陣，去諗下究竟應該去點樣能夠反擊呢場比賽。咁最尾亦都做得到啦。咁所以呢一場波係真係即係好多嘢都係唔係咁容易能夠用言語所能夠表達到。咁的而且確係一場相信係今屆世界盃咧其中一場最精彩嘅比賽之一嚟嘅。咁同埋咧呢場比賽咧，雖然大家都筋疲力盡啦，但係其實仲有另一樣好嘅地方咧，就係今場波3個入波入邊咧，又多咗2個咧非美斯入波嘅阿根廷球員啦。咁分別就係羅美魯啦，同埋安素費蘭迪斯啦。咁睇得出咧，隨住比賽往後嘅進程咧，咁阿根廷咧對於美斯嘅依賴咧，感覺上開始冇咁大啦。咁咧對阿根廷咧，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希望阿根廷咧喺往後嘅比賽咧，能夠繼續順順利利啦。咁其實我自己都知道咧係滯後咗嘅，因為始終咧拍啲片咧，咁其實我自己都係 one man band 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唔好介意啦。咁我嚟緊咧都會盡快去拍攝咧瑞士嗰條片嘅。咁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多多支持我嘅 channel 啦。咁就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到呢度啦。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就歡迎大家 comment、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咁我哋就喺下一條片咧，再講阿根廷對瑞士嗰場比賽啦。咁就多謝大家多多支持，拜拜。